大家注意吼，我们官方面也非常担心啊，咱这管理局吼，大家这看看的注意啦啊，这反正反正儿童剧员啊，这个社会啊，这个要注意啊，我们担当啊，这个在方面啊，这个在下，这个动物啊，校长啊，警员动物在下生气啊，在贵宾啊，当然好。我讲到下面啦，直接的指定啊，我指定啊，咱这川剧啊，咱讲连这个第五届这个当中，我就介绍人地啊，大家都有心啊，非常感谢工作，这个当中会带来一些特别办案按家啊，这个大家拢准备了比赛啊，我会大家准备时间啦，感谢大家继续参加，大家时间整整啊。